人民幣上升嘅長期目標目標。稅務嘅協議始終係美國心頭嘅一條刺，兩國關係唔可能短時間內全面交好，甚至係結盟。撇除互相利用壓制中國嘅元素，美中關係距離真正和解仲有一段好長嘅路要走。最低限度，奧巴馬已經表明就冇係有條件㗎，將會係於越南嘅人權狀況，而且必須要逐項審議。前方報嘅睇話，台灣嘅新總統蔡英文就職，佢嘅演說已經算係非常務實階段，又係確認9次會談嘅結果同精神，又係遵守兩岸嘅各種協議。但係北京依然唔滿意，批評佢唔肯接受9二共識嘅政治前提。當前嘅兩岸關係最重要嘅係和平穩定，因為喺中美爭霸、日本變得有為嘅情況之下，西太平洋已經滿布矛盾衝突嘅種子，少一啲爭議矛盾，對兩岸對整個地區都有好處。天氣方面，預測係大致天晴，天氣炎熱，市區最高氣溫大約係31度，新界再多2度，吹輕微至和緩嘅東至東南風，本週後期